第40章第1節。這個代志以後，埃及王的酒政甲廚房得罪因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受氣伊兩個人臣，就是酒政長甲廚房長，將因關佇侍衛長府內的家，就是約瑟受關的所在。侍衛長將因交代約瑟，伊就侍候因，因就佇家內有遐久。受關佇家的埃及王的酒政甲廚房兩人，同一暝各夢見一個夢，攏照逐個夢的意義來夢。到天光，約瑟入去因遐，看見因有憂悶的款式，伊就問法老兩個人臣，就是甲伊邊邊關佇主人府內的，講今仔日恁啥事面帶憂容？因甲伊講，阮逐人夢見一個夢，無人通圓。約瑟甲因講，圓夢兼毋是在佇上帝嘛？請恁甲我講。酒政就對約瑟排列伊的夢講，我夢中看見有一叢葡萄樹佇我的面前。第10節，樹頂有3枝，親像有發芽開花，伊會拍結誠熟的葡萄。法老的杯佇我的手內，我就摕葡萄粘伊佇法老的杯內，將杯放到法老的手。約瑟甲伊講，你的夢是安尼圓，3枝就是3日，過3日，法老要舉起你的頭，覆到你的肝節。法老的酒杯要悠遠下佇你的手，親像前做伊的酒政一樣。你若得志的時，就紀念我，施恩予我，佇法老的面前替我講一聲，救我出這個家。我實在是對希伯來人的地受袂來的，我佇遮也無做出什麼，互因甲我關落家。廚房看見夢完了好，就甲約瑟講，我也佇我的夢中看佇我的頭殼頂有3頃白的餅，頂面迄頃有對法老所食逐號白的米，有照內底我頭殼頂頃內的米。約瑟應伊講，你的夢是安尼圓，3徛頃是3日，過3日，法老要舉起你的頭殼離開你，吊你佇柴呢，要有白照內底你身軀的肉。第20節，到第3日是法老的生日，伊為眾人臣擺設宴席，佇這個人臣的中間，還舉酒政甲廚房，互酒政長覆到官職。伊悠遠捧杯佇法老的手，總是將廚房頭吊起來，拄拄照約瑟所甲因圓的。若是酒政長無念着約瑟，竟然袂記得伊。